继续来看高雄，有家长是指控讲囡仔对幼稚园下课，这面甲手拢发现有乌青，怀疑就是向老师拍，决定来提告。不过这老师是画冤枉，讲可能是无细力去救到囡仔，又甲手大力才受伤。教育局嘛表示，已经请学校去调监视来介入调查。 南洞仔面颔管手拢有乌青，互家长惊一个，嘛发现囡仔明显情绪无介好，问了才知影是学校一名代课老师涉嫌体罚。拿我的手叫我自己打自己，但是他现在给我们的说法是，他说他轻轻拍，已经造成我小孩子的阴影了，然后你竟然还可以这么无关紧要的说，我只是轻轻拍。看完医生回来，他还在那边跟我说他很害怕。 家长指控5号长工上课进前，南洞换衫的时阵无伤痕，回来了后身躯真侪所在红肿乌青。第一时间敲电话问对方质疑家长，讲到详细伤血汗。6号上午家长前往幼儿园，老师承认有揪囡仔的手。另外，长工南洞客便当客黑白洗的时阵，老师嘛有甲伊阻挡。我就是让他手臂去，那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就比较好动，所以他脸啊或者是脖子那个部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。 之后要放学时间，他有，因为他常常就会有受伤的状况。老师强调，当时有可能无控制好力道，才互南洞乌青，无故意要体罚。毋过家长想要了解真相，甲学校调个监视器，说互讲这影响歹去。 暂时幼儿园园长有代志讲出，家长甲互指控的老师无达成共识，家长决定要提告伤害，嘛要甲市府申诉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要求幼儿园进行校安通报，嘛要保留监视器等相关证据来调查。若是查证属实，会当处行为人上悬60万块。幼儿园即是减缴，也是停缴等裁罚。公司新闻吴柳婷、柯正俊各样报道。